你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全世界所有奢侈品，包括啲 Rolex、Hermes、LV、Gucci、Cartier、Chanel 呢啲名牌，全部突然之間冇晒價值，即係冇人再覺得佢哋值錢，冇人會再買，冇人想收藏，賣出去1蚊都唔值，咁個世界會變成點？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， 今日就同大家探討一下，如果呢個世界所有奢侈品一夜歸零，會有咩後果？經濟會唔會爆煲？根據 Bain & Company、Grand View Research、Statista 同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繼2025到2026年最新嘅數據，全球個人奢侈品市場總值大概係4000億到5000億美金左右，當中包括時計、珠寶、手袋、鞋、服飾、香水同眼鏡。如果加埋奢華服務、旅遊、體驗、高端酒店同私人飛機呢啲延伸範疇，成個奢侈生態圈其實係超過1.4兆美金。呢個產業大約等於成個加拿大1年的 GDP 咁大。全球大概有600萬人直接喺奢侈品行業做嘢，包括設計師、皮革工匠、鐘錶師、珠寶製作、品牌經理、售貨員同市場推廣。如果呢日真係出現奢侈品變得一文不值，呢600萬人即刻會冇工開。上游啲供應鏈，例如皮革加工、寶石開採、金屬冶煉同物流運輸都會跟住崩塌，間接影響再加起來，可能全球會有超過1000萬人失業。呢個數字已經相當於幾個中型國家嘅就業人口。再睇金融層面，假設全球最大嘅幾間奢侈品集團，譬如 LVMH、Hermes、Kering、Richemont 同 Chanel， 加埋市值超過8000億美金，如果全部一夜消失，巴黎、米蘭、蘇黎世、香港呢啲市場都會暴值，股票蒸發幾千億甚至成兆美金，投資者信心崩塌，銀行持有奢侈品作抵押嘅貸款亦會變廢紙。呢個級數嘅泡沫爆煲，坦白講會同2008年金融海嘯差唔多。至於國家層面，影響最嚴重一定係歐洲，法國同意大利本身就靠奢侈品出口養 GDP， 咁一崩潰，呢兩個國家嘅 GDP 可能即刻跌3至6個百分點。瑞士鐘錶業冇晒生意，美國高端零售大量裁員，亞洲市場例如中國、日本、韓國，奢侈消費需求突然歸零，零售行業即刻出現真空。全球 GDP 最低限度都要跌半個至1個百分點，講緊5000億到1兆美金消失。講到文化層面，其實更震撼。奢侈品唔只係一件商品，而係一種象徵，一種社會語言。佢代表地位、權力、成功、審美，係現代社會入面一個潛在價值系統。如果有一日呢啲象徵全部冇晒意義，社會就要重新定義乜嘢叫有錢，乜嘢叫有品味。到時人開始會反思，真正嘅奢侈可能唔係名牌袋，唔係勞力士，而係時間、健康、自然、自由、寧靜，呢啲先係買唔到嘅嘢。不過呢種價值轉變唔可能一夜之間發生，喺過程中社會混亂、失業潮、金融恐慌肯定會出現。總括嚟講，如果全世界嘅奢侈品市場一夜之間歸零，全球最少有1000萬人失業，資產蒸發1至2兆美金， GDP 會跌至少 0.5個百分比起跳，歐洲經濟陷入衰退，股市連鎖反應，銀行收縮貸款，國際信心下滑，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可能要用幾年時間先至穩定翻。最諷刺嘅係喺呢場災難之後，人類可能會真正開始反思，原來我哋認為嘅價值可能真係一場幻覺。但講到尾，其實大家聽到呢度都要明白，我講呢段只係一個假設。現實入面，你手頭上條鑽石頸鏈、勞力士或者個手袋，並唔會一夜之間變廢物，放心。反而呢，當經濟低迷嘅時候，少人買嘢，你識得執平貨，可能就係最靚嘅時機。啲真正高質嘅珠寶、名錶、限量款袋，等景氣翻轉之後，往往都係升得最勁嗰批，所以唔使太驚。奢侈品未必代表虛榮，只要你識得揀，投資得啱，其實都係一種理性資產配置。咁如果大家對珠寶、名錶或者奢侈品市場有興趣，想了解多啲，記得可以 DM 我問我。希望你哋中意呢條片，如果覺得有意思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。下次同大家再講下啲更有趣嘅主題啦。